好，来继续来看台南的早晨发生一件死亡车祸，一个18岁驾驶伊无驾照驶轿车，弄死一个17岁骑机车的骑士。讲这个事故发生进前，这个18岁驾驶就先甲一台铁马烧下弄。这原警到场开单处理了后，就甲人放走。到底原警在处理的过程是毋是有欠点？警方讲要咧调查。 对音乐嘅节奏，油门就甲吹落，速度感，互车顶的几个人一直叽叽叫。无久了后，就出代志，弄到头前的一只乌托邦，因规只车嘛拢摔落一边坡。台南特搜队到场救援，甲车顶的2个人救出来送病院。轰动着的17岁机车的骑士重伤不治。台南早晨10月初4这场死亡车祸，其实伫咧轿车肇事进前，就先甲一只脚踏车有相挨。 当时有脚踏车的骑士看到肇事轿车的人含过的行为。有一次他车窗拉下来的时候，看到的是一个女生在开的，那台车子的右后照镜就已经有点歪掉了。就是他那时候一开始先擦撞到单车骑士的时候，一定歪起被用起来，但是我都怕鬼啊。所以这时候照理说他应该未成年，他就不能再给他们开走了。 就是安尼，伫咧山路偏车，才来连续发生车祸。那第一时间甲脚踏车相挨，当时处理的员警就发现肇事的18岁所乘驾驶是无驾照，煞开单了后就甲人放走，才会造成后续悲剧的发生。互人质疑处理的过程有过失。本案远景处理过程有无涉及行政疏失，业由本分局调查中。根据道交条例第21条规定，驾驶若是无驾照上路，会当处6000到2万4的罚款，而且当场禁止搁再驾驶。警方未随扣车，也是甲车没收，除非违规者5年以内搁再犯，也是造成重伤、死亡等重大事故。若是属一般的违规，结果是开单告发了后，互家属或者是朋友甲车领回去。管区分局强调，若是调查了后，原警确实有违反规定，就会严格来处罚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